疫情过后，这防疫用品的需求就袂遐济，加上卫福部明年就要开始推动西药的运销准则，要来严格规范这药品的出入口，包括环境、空间加库存等等的问题，这药局的管理成本会大大增加。是到这细间的连锁药局，恐惊就会经营袂落去，一间倒过一间。 药局门一开，都民众摕万向药单来领药啊。新冠疫情了后，少卖防疫物资的人，药局收入落半，加上卫福部推行西药优良运销准则，药品储存甲运输过程需要进行环境温度监控，运送药品甲防治假药啊，拢有相关供应链规范。业者推估会大大增加小型连锁药局的管销成本。对于小型连锁，尤其是6家以下的话，这个冲击是会更大，因为它所需要的一个GDP 的一个运销的成本跟人力的支出会增加，包含仓管、仓储的一个 GDP 都必须要符合规定。 另外，药师工会也分析，因为疫情了后，医疗院所为药师加薪，吸引药局药师去大便宜流动。中小型的药局人流袂调，多项利空之下，明年起可能渐渐有药局关店调来发生。卫福部药师表示，明年底进前执行西药大卖输入甲输出的业者，拢爱符合 GDP， 是政府既定政策。 违者会开罚3万至200万的罚款。最终的零售社区药局，他们来讲，事实上它真正上路还有一段时间，所以这段时间就是大家来看中间有什么困难是政府可以去做帮忙的，那哪些可能是业者慢慢要用时间来做一些调整。 到去年底全台有10500多间药局，估计大型连锁药局受经济影响无大，小型的连锁药局若有执行上的困难，药师答应，现在上路进前，拢会继续互因辅导加必要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